球證俾你哋。哇！左手㗎，左手㗎。睇住佢左手嚟㗎，你幫最左邊啊！23號用左手㗎。紫色路冇1分。冇籃板嘅。哇，4分喎！好勁啊！呢個真係。你個仔啊？加碼分。左手啊，佢左手。哦，我都有5分啊。哎呀！輸波唔好喊，藍色23。快啲啊！快啲啊！藍色6號嘅。攞翻籃板。射得。藍色2號。攞翻籃板再射。藍色23。攞籃板，攞籃板。佢左手啊，睇佢左邊。2分啊！紫色6號，紫色6號繼續1分，有啦。要射啦，要射3分啊！咪追唔到啊！唔射3分追唔到啊！深色2號，要射3分啊！可能追唔到啊！要射3分好啦，籃板啊！咪追唔到啊！要射3分，攞籃板啊！咪追唔到啊！係啊，幫手攞籃板，再射，幫手攞籃板，射3分。藍色2分。再射。防守，係佢左手㗎。攞翻。紫色23，要射3分啊！攞籃板。好嘢，紫色6號1分。好，要射3分啊！攞籃板。唔射3分追唔到啊！哇！嚇死人啊！好手王啊！攞籃板！哇，6全部攞晒，要射3分。攞籃板，幫手攞籃板。好，防守。係邊個分啊？係射3分，攞籃板。可以嘅。射3分，攞籃板。3-2分。哦。5分鐘。
受傷。好，射得攞籃板，射得攞籃板，攞籃板係再射再吹，再射，幫佢上，幫佢攞籃板，幫佢攞籃板，係再射，啱啦，唔得再交。23兩。好嘅，好，防守，呢個策略。你都影唔到呢邊嘅。OK， 攞翻。OK， 好。好快嘅。之前有6個球前3可能高明唔係高明喎，調翻轉係㗎 ，AB 隊㗎嘛。OK， 攞籃板，攞實。OK， 攞實，射得，幫佢攞籃板。色23。做好防守啊！記住23號，左手4分鐘。OK， 攞啦，出嚟射波，攞籃板。23兩分。OK， 下手，舉手啊！射3分。左邊係啦，攞籃板，勁啊舉手，喂，犀利。射波，攞籃板2分。佢啲3分鐘似樣喎，整到啲13嘅。仲有幾多時間2分50秒。2分50秒。直喎。唔好緊張。雖然有時唔出街嘅，嚟了，左邊，舉住隻手。見識14有啊。球嗰啲啊。舉手，放去左邊，有3個呢攞籃板。好波，舉手。而家3分成。哇！喺呢場係有啲睇頭勁。係啊，但係原本冇波啊，佢直上幾球3分啫。好波啊，靚拍。追啊！攞籃板。2號2分。球都似樣㗎。2號2分。再啦！ 6號1分。而家啲 U10就係可以認得個版型。1分17。OK， 仲有時間。一係低調嘅，發力勁快。我覺得收時1分04秒。勁過我哋海方安呢世，10歲喎咁啊，佢都10歲。方明好耐啲人。
張象藍色2號，俾人 DQ 咗。點解咧？佢出咗兩隻1-1年，真係超齡。我見到佢哋有隻係東方嗰啲，嗰個肥仔有隻叫34秒。我睇唔到佢打，13歲喎嗰個，唔知喎，我有曝光度，唔知幾多。你梗係打東方嘅你咪打藍青嘅咩？睇咁我買咗藍青。射得，我唔使啊呢個最後10秒。波數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